抱着灰机上飞机，飞机起飞，灰机要飞，飞机坠机，灰机归西。物件咧，物件伫遮啦，吼。你也会记哦。今仔暗嘛7点半，啊，去迄个小公园，有一个制作组挂红色目镜的妹妹会甲你交接。好了，多谢了，嘿，好。得啦，我回来啊！哈哈，哦，啊，你一个人咧啉红酒哦，啊？老公，你真的打算甲伊离婚吗？是啊。若是安尼，咱要结婚。来，我拢准备好啊，准备好啊，明白。无嘛是等你今日出来。咱8点哦，咱先去食一好料。8点啊，真侪。无可能吧？我着表啊，我即马是3:08度半，我要用这个啦。莫讲遐无可能的吼，拜托。608，我们来帮你做解除隔离前的最后一次核酸，请你开门。你有听到啊？吼，我若是无过哦，咱就做伙来死啦。